大家好，我是苏永和。等下要做运动，做清火养生操。好，大家要听我做哦。怎么运动？数个讲眼，好，要卡棍哦，好卡棍，做对吗？好，向下来做哦。数打开来，又打开来。好，有一挺头，前点，后踏。挺通一下，好，先热身一下，好，挺通一下，前点，后踏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做对吗？做对好，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。6、7、8，等下做运动，一站运动嘿，脚诶徛起来，要徛起来哦，要打开来，系，向后背，好，听我做事后，做对了，脚做脚正脚要挺通啦哈，正脚开始，正脚徛起来，做对好，会跌倒的话就点地就好，会跌倒哦，就是点地就好，行做对，徛高。左脚徛起来，还正脚哦，徛好，用好了。右脚抬起来，好，抬右脚的时候，正脚徛起来，右脚抬起来。不舒服的话，左脚可以微弯。好，这点哈，就慢慢来啦，可以点地。好，不用好，慢慢徛高徛起来。行做对，上起下来停通，上起下来停通。好，手一好了，挺头，好做对，还可以的话，就打开来，不用好了，髋关节外展，徛高，打开来，数重的，好就开合一样开合，打开，合起来，好，这是正脚，我们换脚，往脚哦，换脚，好，点地，好，右脚可以微弯，是点地，好，喊做对，徛高。要练平衡感哦，好，慢慢练，慢慢走吼，做点出去了的，去爬山哦，要练平衡，好，徛起来，喊做对，上起下来挺头，好，是向前抬脚，好，徛高吼，徛高，喊做对，还可以，觉得这个运动很可以，体力还适得了，合适得了，打开了，收回来，好，外展。数重的，好，徛起来，打开来，不用下来，徛起来，数重的，不用下来，就抬起来，再收回来，好，就是向前抬，还有侧抬，好，正脚将矮哦，慢慢徛起来，哎呦，会跌倒，赶快点地，先不要抬，先点地，退一阶，喊做对，徛起来。好，脚趾头，脚尖要向前，向前。哪里会酸？肌肉这阔肌膜张肌，还有臀大肌会酸的，练这个腿力。不用说抬多高了，有抬就好，就有练到。受不了，好累哦，点地就好，慢慢来，我们循序渐进，就慢慢抬脚，身体要正哦，不可以歪，好，要站好。好，外侧的肌肉很少在练了，我们要练外侧的肌群。好，我们换侧面哦，换左脚，往左脚。好，先点地。很做对。啊，有棍哈，有健走杖支撑，你就有稳定度，你就会抬高，3点着地。好，脚尖朝前，还可以就抬高一点。好，很累受不了就低一点。好，我们就循序渐进，先点地，慢慢点。打开，好，徛起来，好，撑住，训练我们平衡感。好，有前有外就有后，好，正脚将向后点地，向后点，做对吗？还可以，喊做对，离地10公分，有离地就好。好，这样离地，很好，再收回来。好，记得哦，先测试点地，再离地，还可以。要举左手哦，左手开了，
2点着地。好，回来。好，难度可以调整的。好，先求好，先求有，好，再慢慢提升。换左脚，往左脚，好不？点地，站得稳，先站得稳。站不稳怎么办？踩就好哦，踩地就好。可以再点地。喊做的，卡钩。好，重心要有哦，因为我们是3点着地，很安全。还可以举哪只手？真数，右手哦，慢慢举起来。好，不用哈了，放下来。好，就是我们脚就是向前侧式啊，好，向前，卡起了。好，有前就有怎么样？就有侧点，侧点。有侧就有向哪里点？后点、后抬都可以。真给我走给我，好，右脚、左脚都测试一下，好，可以就停久一点，停10秒，抬起来啊，给我抬起来，停10秒、15秒都可以，只要你可以。好，练习的时候怎么练习？最好在墙壁前10公分。好，你要是不小心头晕往后倒，还可以靠墙壁呢。好，记得哦，靠墙壁练习哦，离它10公分就好。踢一掌运通。第2个运动，喊撸哈，要走大步。好，我们脚会往前跨啊，喊撸喊出去1步宽，收回来是重的。好，2步宽喊太步。我们最怕什么？到一个年纪哈，喊撸哈，小碎步就跌倒了，越走越小步嘛。啊，我们练习走大步。你有健手杖支撑，你就会走大步。喊出去数重的，好，最大步哦。量力而为，好，踩大步，这样子练习，把这个髋关节跟胯拉直、拉开，后脚跟有没有踩到地？有没有从脚跟酸到屁股？好，收回来，好，也可以踩出去，不要动，拉筋，脚跟翘起来，酸到我们那个髋关节这个前侧，好，大腿前侧，收回来，好，右脚做好，真给我做后，右脚做好了。往左脚喊出去，慢慢走小步就好，再回来，再跨大步一点，再回来，再走大步一点，喊走出去。好，因为这个3步宽、4步宽的，有这2只给你支撑哈，你就有这个练习哈，就不怕什么心理障碍。好，练习走小步，注重了。老师哈，在1年教1万个人呢。实体授课哦，在全国到处授课，去教这个运动，懂吼哦。不管是你几岁，20岁、50岁、100岁，练习这个，强化我们的肌力、体适能、平衡。好，跨大步以后就撑住，头顶直，哪里会酸？脚跟酸到屁股，有没有？收回来。好，踩出去，后脚跟抬起来，酸哪里？酸前面后脚的前侧，踩着呢，脚跟踩着呢，酸哪里？酸后侧，膝盖的后面，脚跟酸到屁股，脚跟翘起来，酸哪里？前面，好，就是这个位置。踩着呢，后面，会不会不一样哦？有这2只可以支撑，很好，有平衡感。属重的，那跨步。量力而为哦，不要说学老师跨那么大步，不死啦，不用啦，我们有跨就好，慢慢开始，先从小步回来，跨大步，再回来，最后就最大步，要扶好哦，这个要在中间哦，工人啊不用后，都得好，加油哦，好，第3站要苦下来，要放起来，要夹放起来。练习我们这个爆发力，好，平衡爆发力。这个运动懂好呢，好，听感周哦，媳妇看会不会？俯下来，全身不要动，动屁股往后翘，蹲得这么低，膝盖有没有超过脚尖？背有，好，有没有？腰有没有弯？腰没有弯，腰是直的哦，腰跟背是直的，哪里会酸？太久。大腿好酸，好，这是正确的哦。
膝盖不会酸哦。好，放起来，一夹夹，放起来。好，好，慢慢蹲，慢慢屈下来，夹夹放起来。啊，2、2、1、2、3、4、5，我屈下来，6、7、8，我放起来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一夹夹放起来。要脚底要发力，啊，屁股要夹紧，夹狠，会阴穴要夹紧，夹屁股。好，坐下来，屈下来，2、3、3，做对无？3、4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7跟8站起来，好，再做2次，1、3。好，蹲的时候屈下来哈。坐下来，起头会酸，就高一点。好了，主要是大腿会酸就好，太低可能膝盖受不了，就高一点。量力而为哈，慢慢走。4、5、6、7、8，夹夹放起来，夹夹放起来。好，2，下來下來，5、5哦，6、7、8。哦，平背高大家做运动啊，就是我们这个有健走站支撑哈，让你稳定，好练习这个前进，喊路喊出去，有没有？喊路，好就是脚踩，好脚踩，好踩的时候呢，走大步喊太步啦，喊出去，好喊有嘛？哎呦有哈，嘿呐就开起了。向後背，有冇？還有馬殺馬街，屈下來，上一下，放起來，屈下來，夾夾，放起來。好，基本教大家做運動，大家做會清好，等下20歲，可困一下。等等。树用佛行山做运动，听下做哦。这边做运动是清活养生操。好，我用棍哦，健走站好，健走喊路时啊，卡要举着拿着，一起拿着。好，走路才要用这个啦哈。大家听下做。好，第一招运动就是猜拳。好，听下做哦。剪刀怎么做？剪刀啊，叉叉，大家叉叉，三条，拍起来，布打开来哦。剪刀，三条，合起来，拍起来，布有慢做，打开来。好，我们要等下会猜拳哦。好，做对吗？做对哈。可是哦，大家等一下要输给我哦，要输哦，好输给我。好，三条。出什么？剪刀啦，还是布？输给我，剪刀哈，你要打叉叉，好打叉叉，好布输给我，出嘛啥？出什么？出石头，输给我都要输给我。三条，对，打叉叉，剪刀，够了哟。布要出什么？布哦。3条，好，剪刀，对，要出布哈，要输给我。好，等下哈，等一下哈，要赢我尹老师哦。好，剪刀，要出什么？石头哈，3条，要赢我哦。做得很好嘛，就想要赢我。好，可是哦，3条，抽，布，要出布，手打开，好，扩胸，好，手打开扩胸。布，抽，好，对，要出什么？剪刀哈，剪刀哈，好，要打叉叉，布，打开了，要出什么？剪刀，好，第一早运动哈，第一个运动就是我们要猜拳哦，做一些变化，剪刀，3条，布，好，可以回去，好，自己可以练习哈，猜拳啊，跟对方猜拳，用这个。健走站哈，做猜拳的互动好，
第一站运动係我們訓練咯，好，聽下做哦，行路行出去，往後背，向後走，啊收回來，數重頭，每一次都要收回來，好，後背，正偏，向右走呢，回到中間，左偏，行出去，重來哦，好，前走。就要回來，前後右走，行出去就係搓，數重來，好，正偏，數重來，左偏，重來哦，前後右走，我們等一下數拍子哦，1、2、3、4哦，聽下做哦，可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2。反過來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就是前走，好，回來，後走，回來，右走，回來，左走，回來，好，正式開始哦。我們前面是練習哈，好，訓練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7、8，右邊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1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1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都對嗎？好，就是聽一下訓練哈，就是步態位移，好，也可以平時也可以練習右走，好，向右走，好，向重了，好。正偏，左偏，好，1、3、4、5、6、7，重心位移哈，1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1、3、4，慢慢來，好，7、8、4、1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重來哦，好，記由重心位移前後。好，做一些擺動，行左陣有慢走，好，行路哈，正偏，行過來，左偏，行出去，好，行重來，好，向後背，好，行路，行過來，行過去，向後走，好，向後背，好，向前，行路，好，向後背，正偏。左偏，重心位移哈，好，大家做為輕後，反過來，好，第三組運動哦，我們要互相哈，像一個遊戲哈，動手搞哈，很好玩哦，好，真腳加眼，1，向前，1哦，1，好，2，我背，好，重來，3。向後，收回來，好，是含脊就要動脊哦，真腳要去點地，好，1，好，都對呢，3在哪裡？向後踩，數重來，2，抽，喊出去，重來，1、2、3、1、3，出重了，好，慢慢走哈，1、2、3，好，1、3、2、3、1、2，都對嗎？都對哈，慢慢來哈，往腳啊，左腳，4，喊出去，5哈，6、7。好，等我哈，7、6、好，做數重來，等下左腳正腳誒，叫下來哦，3、4、1、2、
5，看做点嘛，慢慢来哈。4、1、5、6、3，数重了，2、4，好，做点，好，大家轻微做，我们复习一下啊，给不会搞诶猜拳哈，好，猜拳，剪刀，第一个教的第一个运动，剪刀，好，剪刀，石头，沙条，布，剪刀，沙条，布，好，你们大家要赢我哦，要赢我哦，石头，出什么？布啦，嘿呐，打口了哟，布，要赢我啊，出什么？对，剪刀。好，很厉害哟！剪刀出什么？哈起来，抽，要出石头，很棒。好，我们第二个，好，这个训练哈，就是喊路，好，喊出去，喊转来，好，向前走，再回来，看会不会转来，好，勾来，勾去，我们像跳舞，好，可以唱歌啊，或者是哼一些音乐哈。用前后数重来，正片勾来，左片，好，就借有这个棍呢，这个剑走杖哈，做运动喊出去，数重来，看会不会数重来，正片数重来，好，左片，好，数重来，好，可以唱歌或者是哼音乐都可以哦。好，第三种运动搞的哈，就是数字啊，好，1、2、3，好，1、2、3，好，4、5、6，好，4、5、6，好，跟下来啊，2、3，好，1、3，不对哦，3不在这里哦，3在后踩哦。啊，难度增加了，2跟3，啊，3在后面嘛。好，5跟6，6在哪里？6，哎呀，会不会？3，吸，喊出喊出去，喊这点嘛，慢慢来呀。2，好，数正来。好，最后我们做伸展运动哈，数打扣了，好，呈大字形，好，数打扣了，看会不会吐气扩胸，数重了，吸气，好，手打开扩胸，90条，脚趾头要抓地，然后手打开，数打扣了，大字形吐气，回来吸气，慢慢走哈，向后吐气，嘴巴吐气。回来吸气，好，扩胸，嘴巴吐气，数重的吸，好，扩胸吐，数打扣了，回来吸，好，最后一次哦，来扩胸，数重的吸。好，有时间哈，健走杖哦，有时间可以用啊，放起来去行路，啊，有时间啊去行路，好，并不会教大家做运动哈，总要喝水，好，要喝水，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